嗨，大家好。叶将军前些日子参观了一个著名的哈萨克诗人、思想家、教育家阿白·库兰贝乌勒的纪念肖像，在安塔利亚市。那么今天我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他，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真言录，尤其是他的第2章。阿白可能大家都知道，19世纪的哈萨克的人物，也就是说从阿白的出生到现在已经有了175年有余了。所以说呢，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可以说是2个世纪之前的时代，而且也是这个沙皇刚开始殖民这个哈萨克斯坦地区的时代。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当时他所说过的、记录过的这些名言呀，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有影响，不光影响着咱们的哈萨克族，也影响着全世界。那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把这个第2章随便给大家简单易通的分享一下。当时的哈萨克人呢，见到这个萨尔特人群，也就是目前的大部分乌兹别克和大部分塔吉克人，他们就会说虚伪的大话精，碰到灌木丛都会慌张，当面啊看大哥大哥不绝口，出门后却又骂个够。如此背信弃义的小人，不愧是油嘴滑舌的萨尔特。见到诺盖人呢，当时的诺盖说的是喀山塔塔尔人为主，而真正的诺盖族叫卡拉诺埃，所以这里的诺盖说的是喀山塔塔尔人。诺盖人见到这个骆驼都害怕，让他骑马都会累趴，故而他们只是步行，如此处处失败，不如把他们叫做这个挪开。他们不是逃犯就是商贩，多么无赖。还有见到这个俄罗斯人呢，就说是他们臭脑袋的俄罗斯为非作歹，怎么想就怎么做，律性行事，人说啥就信啥，不分这个正与错，还总是这个支着耳朵到处这个探听，到处去偷听一些信息。所以听到这些的哈萨克人都会这么想我的真主除了哈萨克以外，别的民族都是如此不堪，最受这个高贵的无非就是我们所以在心理角度中哈萨克人就会有一种高傲和一种欢乐吧。而如今再看一看萨尔特人是如何劳作瓜果无数，商人勤劳，足迹四处遍布，能工巧匠，而哈萨克人根本就做不了这些事儿。人家团结一心，勤劳度日，从不为难旁人。你自己细细的想一想，自归属沙俄之后，哈萨克人呢什么都没学会而且是相互残杀，相互过不去，相互嫉妒。父辈不愿意把这些牛羊分给子孙，而被这些苏特的、萨尔特的这些商人大方方的把它买走。自归属俄国后，他们学到了更多的这个技术，他们有巨商，有大毛拉武术，他们灵巧能干，而且懂得敬人。而诺盖人呢，塔塔尔人，他们事实是个真正的士兵，可以忍耐贫穷，又不惧怕死亡，善于管理学校和宗教。这个民族呢，而且对于教育很重视，所以呢，他们感觉是有一个美好灿烂的光景。而我们呢，而哈萨克人呢，养着他们的牛羊，只能拿到一个微薄的这个酬劳，很可怜。
塔塔尔的这个毛拉或者巴依呢，总是说，别用你的这个脏靴子踏上我的地板，直接就是给我们的富人，给我们的巴依是这么说的。而且他们相互团结，而且勤于事务，有一点帮助都会帮助给同族，能积小财为大富。至于俄罗斯人呢，更不能提，不能相提并论。俄罗斯的这个贫贱之人所知道的东西都比我们的巴依老爷还多。那么大家想一想，昔日之讥讽与嘲笑，如今安在呀？想一想，很多这个事情的判断呀，我们要仿佛要回到那个时代的本身似的。但是你们也可以按照他的那个思维，看一看现在的这个抖音平台上的这个自媒体上面的相互的这个攻击，一模一样的事情，一样的概念。我用我个人的这种解读，希望同胞们能够理解。其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骄傲，而且将把自己的骄傲走到极端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就像中国人吃不起茶叶蛋，对于不同民族国家的偏见可能是源于错误的认识，也有可能是我们歧视的对象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仿佛就能联想到那个年代，哈萨克人对于俄罗斯人带来的技术无动于衷，而周围的民族则在大步的学习和前进。对于俄罗斯人的鄙视呢，就跟刚刚八国联军打入清朝对于洋人的鄙视一样。鄙视有时不限于客观的这个实力对比的，大家都像是蒙住了双眼一样，非常愚昧。当时说出了这个俄罗斯的贫贱之人都比哈萨克人厉害，这句话是非常不容易的。就跟这个清朝的末年的一些中国人说出这个洋人绝对比我们强是一个概念的。这得需要多高的这个素养，需要多大的这个知识量才能说出来的。你们得以200年前的那种角度去思维。其实到现在为止，这种愚昧的思维还是存在的，还是很像200年前的那种状况。不光是哈萨克族，每个民族都有。所以说各民族都没有强弱之分，大家一概要彼此尊重。这就是当时阿白的想法，也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呢，叶将军自从玩这个抖音以来，我的感受就跟这个200年前阿白的这个状况是一模一样。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吧。